公元15世纪初，中国建造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，拥有最先进的航海技术，先后7次派出庞大的远洋船队。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，扬帆纵横于太平洋与印度洋，开创了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和瓷器之路，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传播到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率领船队完成这一伟大创造的人，名叫郑和。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位杰出的帝王，朱棣。国使大人有令，宝船队昼行任旗帜，夜行时灯笼。各船务必前后相继，左右相挽，不致疏于。如遇敢有故纵，违误军情者，即时枭首示众。遵命，一切听令于郑大人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启航令已经颁布下去了，请您尽快定夺。南下吧，沿着黄金东岸继续前行，越过风暴角，驶向新大洋。大人，我们早已迟到海图以外了。新大洋谁也没有真正去过，还是按照原定计划返航吧。景洪，我们俩这辈子做的不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吗？我再说一遍，驶向新大洋，拜访泰西人。诸位，你们都是当今皇上亲命的锦衣卫将士，天朝之栋梁，在宝船中隐身多年，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成就不世之功啊！明天出海之前，船队必遇大乱，你们要恪尽职守，谨遵本官的号令。违命抗旨，执意难行者，杀！图谋不轨、煽动兵变者，杀！还有叛国忤逆、企图在海外称王者，杀！传令，所有船队返航回国，违令之船一律击沉。吴大人，我们只听郑大人的命令。传令，所有船只停止前进，立刻返航。这是郑大人的命令吗？走！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听我说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当官的不顾咱们死活，独断专行，咱们的兄弟已经死剩好几十人了，再向南行，死路一条啊！我们要回国，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回家！
兄们，弟兄们，都听我说，都听我说！宋谦，你闭嘴！让郑和出来说话。为什么七下西洋的差事已经完成，他还要船队出航，继续南下？他要把船队和大伙儿带向何处？放肆！你是想说，郑大人拥兵自重，要挟船队，寻机叛国忤逆，想在海上自立为王吗？吴大人的话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再跟着郑和走，那就是叛国忤逆，诛灭九族。咱们可都是有妻儿老小的，不能让郑和一伙给害了。住口！弟兄们，千万别听他胡说。郑大人襟怀坦荡，船队南行就是要完成永乐先帝的巡航伟业呀！把宋铁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！把刀放下！把刀放下！放下！弟兄们，不能打呀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啊！把刀放下！弟兄们，我们不能自相残杀呀！我们跟着郑大人出来，是为了开辟新航路。你们不要上了坏人的当啊！弟兄们，郑大人是不会谋反的，他的心是同我们大家在一起的。你们不能啊！你要干什么？都给我听着！都给我听着！叛将宋天被人怂恿，秘密探查海外地貌，私会海图，与他人沆瀣一气，图谋不轨，居然企图助他人海外称王，挟持船队背叛大明。本官受皇上密旨，先斩后奏。吴权，有种的你就杀了我！你想往郑大人身上泼污水，门儿都没有！满船的将士是不会放过你的！住手！不能啊！天儿，娘，天儿，娘，天儿，娘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么多年的生死兄弟，竟然骨肉相残，为什么？我们完全有能力去走访泰系。为什么非要停顿下来，让我大明的跨海壮举毁于一旦呢？郑大人，从您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，我就跟着船队走。谁要说郑大人要自立为王，我不相信。但是，咱们船队要走多远，去干什么？皇上到底恩准了没有？这一切得给弟兄们一个交代啊！永乐3年，我带领你们第一次出使西洋，到今天
第7次下西洋，几万兄弟在海上漂泊了20多年，付出的血汗足足有1万的海水。更有多少壮士，他们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他们葬身在这大海之中，尸骨无存。今天，我们去寻找梦中的新大洋和泰西大陆，扬我大明之国威，开我海上贸易之坦途，兴我华夏先祖之文明，创我中央之国的繁荣昌盛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愧对永乐皇帝的遗愿，不愧对造就我巡洋伟业的大好机遇。下西洋的壮举，就好像你我脚下的宝船一样，如果犹豫踌躇，就会停滞不前，甚至是毁于一旦。郑和死不足惜，我只想问一句：谁有颜面再见我中华之皇天厚土？郑大人，发现船队后方有船只追来，不断要求我们停止航行。钦差大人到。着巡洋正使钦差总兵官郑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钦差总兵官郑和率大明宝船队出海疆域2年，拜访各国及诸项朝贡贸易事宜，截获圆满，朕心甚慰。尔等接旨后，即刻率队返航。届时，朕将亲赴刘家港问候，钦此。郑大人，你没听清楚吗？圣上让你立刻返航。郑和，接旨谢恩吧。郑和，郑和，你，你好大胆子！郑和，你要抗旨吗？郑大人，事已至此，有些话就不能不说了。20多年了，老朽追随郑大人跨洋越海，近郊远游，本想永远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与郑大人一起忠君护国，共创伟业。无奈今日郑大人抗旨不遵，这就逼着老朽不得不告诉郑大人了。在下既是大明船队的官员，更是锦衣卫的将军。伯伯，锦衣卫参将武平发率部叩见钦差正使郑和大人。叩见郑大人。真是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啊！
还有吗？谁还有话要说呀？说呀！锦衣卫左护卫刘正龙率部叩见郑和大人。叩见郑大人。锦衣卫右护卫王忠率部叩见郑大人。叩见郑大人。郑大人，接旨返航吧。只要船队掉头，你仍然是我们的统帅，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属下。郑大人三思啊！一身功名不能毁于一旦呐！千万不要陷自己于不忠，陷众位兄弟于不义呀！郑大人，救救！郑大人，你不能啊！郑大人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征南将军铁平，自云南、贵州、广西遴选农家少年200名，净身之后送入京城，以备宫廷选用。钦此。又跑了一个，呵呵，还真有不怕死的啊！叫！小子，你找死啊！我不想当太监。你当不当太监与爷无关，你是死是活也与爷无关。爷恨的就是你竟敢违背爷的将令。爷说过了，谁也不许跑，你他娘的还敢跑！我不想当太监。你不想当太监，那就得当死鬼。那你杀了我吧，我宁死也不当太监。咦，好小子，你有种，你不怕死是吧？爷这辈子都死过几十回了，人来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，是他娘的死过去又活过来，活过来又他娘的死过去。哼，绑了！都听好了，这小子今天胆敢违背爷的将令，爷今天要把他绑在车子后面，拖死拖烂。开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想当太监！你们放开我！这就叫活过来又死过去，死过去又活过来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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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每一天呐，我一直被拖到营地，
我的许多血肉留在那条山道上，留在沙石野草里，和战场上的死人骨头混在一起。直到现在，我也不明白，那天我为什么居然没有被拖死。许下马！不许下马！不许下马！不许下马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明军就要追过来了！快给我起来！你们这帮混蛋！起来！太尉，杀了我吧，我跑不动了。太尉，喝点水。喂，明军来了，朱棣来了，快点上马，列队迎敌！你放马过来！大人阿里不华将军和你拼了！殿下，不劳您动手，末将一个人就可以取下他那颗人头。上！朱棣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拿刀，我怎么杀你啊？阿里不华，为将者保家卫国，为王者当治国安邦。其实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平民百姓能够享受太平、富足安康。我大明待你不薄，而你屡次在北边闹事，杀我臣民，夺我财物。今天你又让数万将士做了刀下之鬼。阿里不华，
你荒蛮无道，罪无可赦。你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有本事你就过来拿我的头。我大明乃礼仪之邦，一向与邻为善。只要你愿意归顺，大明愿与你和你的部落永结友好。我身边的勇士，他们会和我血战到底，因为我们是草原的骄傲。我佩服你的勇气，也佩服你身边这些将士们。听着，我不仅不想杀你，还要上奏父皇，给予你家园和牧场。从今往后，北平500里以外，你们可以安心放牧；800里之外，你可以带领你的部落重建家园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不负大明，大明也永不负你。如有失言，当如此见。万能的神明在上，阿里不花在此盟誓，愿与大明永结同好，决意归顺。如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大丈夫一言为定，绝不反悔。燕王殿下如此宽宏大量，允许我部落在塞外草原安居，足见大明朝还有殿下您对我不怀戒心。有句古话叫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现在阿里不花将军能够不计前嫌，归顺大明，咱们不又是一家人了吗？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英明的汉人了。告辞。燕王，后会有期。殿下这次威震漠北，可谓建立了盖世奇功，这就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吧？谁说没有战？看看吧，死了多少人呢？孙子说：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。收降一个阿里不花，可蒙古部落还有多少人尚未归顺？争端不息就会杀伐不止。如此苦的是大明将士，深受其害的更是草原百姓。汉蒙一体，能争取和平相处，就尽量不动刀枪。”否则，即使打胜了，也不过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厚葬蒙古勇士，把这个孩子养起来吧。撤！报！启禀燕王，京城密报。拿来。皇后，宾天了。啊？
母后，殿下，殿下！儿臣来了，你怎么没等到见儿臣一面呢？儿臣一路风尘，从燕地赶到京城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儿臣吧。方大人听出什么意思了？朝廷的报丧文书，怕是才刚到北平吧？众大臣礼成。燕王节哀。方大人，燕王殿下远在漠北，可在受封诸王子中最先赶来奔丧。本王乃母后亲生，养育之恩，情深似海啊！如今母后仙逝，本王纵有10000个心愿，也是抱恨终生啊！燕王殿下，朝廷给各王爷报丧的停祭文书，5天之前才发出。燕王远在几千里之遥的漠北却收到了，这可真是快呀！燕王不但文治武功领先诸王，仁孝之心也是无人能比呀。2位大人，母后大丧，本王心乱如麻。我听不懂2位大人究竟在说什么。燕王殿下身居北疆，却对天下事了如指掌，如此运筹帷幄，将来必见不世之功啊！上有皇上太子，下有群臣百姓，恪守规矩，谨记本分，乃是为臣的第一要务。燕王倒是可以在皇后的灵前发个誓，以此为诸位皇子做个表率。你们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燕王殿下仁孝至诚，皇后思子心切，母子万里之遥，魂魄相应，心心相合，真可谓佛法无边。贫僧今天算是领教了天人感应、阴阳相通的旷世奇观。大师明鉴，本王征战漠北之时，屡屡梦见母后嘘寒问暖，我就知道肯定是母后思念儿臣了。漠北大捷之后，即可马不停蹄奔往京城，原想着向朝廷报捷，让父皇母后心宽。哪曾想，母后啊！母后，母后，你怎么就不等等儿臣？
阎王仁孝，心有灵犀，感天动地啊！皇后大丧，天下共悲。我看还是先办举国大事，不要为细枝末节搅扰了皇后的圣命。阿弥陀佛。母后啊，儿臣来晚了。你眼睛瞪着我干什么？心里骂我呢不是？你把我弄成了太监，我正在心里念你的好呢。呵呵，行，你小子有种！本来呀，也是想收你做我的亲兵，没想到那天晚上喝醉了，一觉醒来晚了。哼！我呀，我绝不会给你当亲兵的。小爷总有一天让你给我当亲兵。也记住你这句话。这酒赏你了，全体出发。王爷，如此看来，这个和尚绝不简单，说不定就是隐于世外的高人。要不是他出手相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那些唇枪舌剑。王爷对此人念念不忘，说不定日后会有再聚的机会。不是日后，我已派南玄公和张玉出去暗访，我要尽快见到他。王爷为什么要这么急呢？京城宦海深不可测，此人不是福星，便是祸首。王爷，我怕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你和孩子们都会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。王爷，风光我不求，富贵我也不求，我只求你在，你好，只求我们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，能够平平安安的常伴一生。对了，北平传来消息，说你父亲徐达大将军已奉命南下治病，你住下来照顾一下岳父大人，也算替我尽点孝心吧。你要回北平，不想见父亲了？我是不想让人觉得自己以平漠北之功，在京城上下其手，勾连串通。唉，还是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为好啊。王爷，你就放心的回去吧。父亲乃是洪武朝的开国元勋，他跟皇上是同生共死拼打过来的老臣，他对皇上的心性比你要懂得多。你就是不说，父亲也会看透你的苦心的。哼，难怪老百姓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。小子们，听真切喽！咱内府合共12件48局，统称24衙门。干净喽！从今日起，24衙门就是你们的家。干净喽！着新进小监15人，柴炭50篓，配发细心思听用。着新进小监18人，马犊20匹，配发御马剑听用。殿下，查到那个和尚的下落了。
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前生后世都是劫，天上人间两茫然。大师此话玄机深奥啊！燕王骨相非凡，英武盖世，如乾隆在渊，定有腾天之时。贫僧愿意送你一顶白帽子戴戴。荒唐！燕王留步。本王只为拜佛而来，可你这野和尚竟敢胡言乱语！出家人从不打诳语。这就是你要送我的白帽子？燕王声威隆种，身托皇命，你竟敢教唆本王谋夺帝位，生死有命，出家人从不打诳语。如果我把你这个妖和尚交出去，皇上定会治你篡逆之罪，将你碎尸万段。贫僧又不是饺子馅儿，何必要万段呢？有2段就够了。再说燕王要杀贫僧，如断草芥，何必去麻烦皇上？把你交给皇上，才能洗清泼在我身上的污水。贫僧这点污水，竟然能让王爷肝火大旺，这恰恰说明贫僧的药正对上燕王的心病。燕王杀我，不过是为了自救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来玉明寺只是为了还愿。再说本王光明磊落，有何心病啊？没想到你却在本王面前说了一堆不着边际的疯话。贫僧从来不说疯话，句句都是大实话。当今世道越是大实话，听起来越像是疯话。你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。其实国丧期间，燕王本来是该戴白帽子的，贫僧这么说并无错误。王爷为什么这么多心呢？刁钻诡辩！本王这几天已经查清楚你的来历。你14岁出家，遁入空门，法号道衍，浪迹四方。你这个大主持从来不修佛学正教，却喜欢钻研阴阳义理、纵横之术。我看你啊，是个拿着佛珠的阴阳家，是个披着袈裟的乱世枭雄。阿弥陀佛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燕王殿下也。好你个破皮和尚！你妖言惑众，乱我大明江山，惩治你是本王应尽的本分。我一定会让你滚出玉明寺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铁平大将军刚从云南带回了小200的晋升，皇上谁也没赏，就赏了燕王。这要是选着了谁，那是谁的福气呀？公公真会说话，一会儿呢，你就帮我挑一挑吧。敢问王妃，想用什么样的太监呢？聪明可靠，忠于主子，善解人意。王妃，请看那边，那个孩子似有过人之处，长得也挺结实的。乍进宫啊，所有的这些孩子都吓得战战兢兢的，不敢抬头啊。那个孩子却是冲入不惊，整整一个晌午啊，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可谓少年老成啊。
据随行的将士们说，这群孩子当中就属他的心气儿高，血性旺，不怕死。要不是奉旨入宫为监，铁平将军还真想收他为亲兵呢。施主有何见教？我家主子恭请道演大师到城外望贤亭一聚，想当面请教。你的主子就是燕王吧？大师，您请。贫僧乃世外之人，对达官显贵不感兴趣。喂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眼？王爷是要当面向你赔罪。燕王怕打扰您做功课，他在望贤亭上已经恭候您1天了。叫什么名字？马和。今年多大了？12岁。老家在什么地方？云南。哦，一个荒蛮不化的地方。云南不是荒蛮不化，云南有苍山洱海，云南是天下最美丽的地方。放肆！你读过书，识过字吗？学过几年汉字，还有回文。哦，你还会回文？马公公，拿纸和笔来。是。大师，小王曾在寺中冲撞大师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大师多多见谅。阿弥陀佛。道演大师，前次玉明寺相见，无奈京城耳目众多，小王不敢直抒胸臆。烦劳大师今日一聚，只盼能解小王心中郁闷，释疑解惑。笑话！堂堂的燕王还会有什么烦恼之事？唉，武后仙逝，再过几天，小王也将返回北地。可我实在不忍心离开年迈的父皇。善哉善哉，难得燕王有如此孝心。小王说的是真心话。你可以这样对我说，但是你没有机会向天下人解释。恕贫僧直言，这京城你是万万多留不得的。此次燕王先各路王爷进京吊孝，看似人伦天理，实则极容易暴露燕王领先于诸王的宏图大志。大师搭救之恩，朱棣没齿不忘。皇上让燕王镇守北平，这是你将来成就事业的最大本钱。北平本是元大都，为一代雄主忽必烈所倚重。如今你受封燕帝，镇守漠北，统帅大明最精锐的雄师，一手掌控着朝廷的安危。你首先应该看到你父皇的良苦用心，更应该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。王爷只要好好的经营，未来必然是一飞冲天。愿大师指点迷津。不错，这回文呢，连我都没见过，算是有学问了。起来吧，马和，这只玉佩我就赏你了。谢谢大娘，可我不能收。大娘？王妃面前竟敢胡乱称呼，犯上作乱。你继续说。为什么不能要？我不能要别人的东西。不错。但是今天我不是别人，我是你的主子。主子赏你的东西，无论高低贵贱，都是恩典。拿着吧。谢谢主子恩典。贫僧最信服的就是诸生的9字策略：
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贫僧要将这9字方略略加改动，转赠给燕王。固根基，揽人才，建奇功。请大师细细讲来。固根基，就是燕王务必将北平做立足之地，不动声色的急需力量，要将根基夯实。揽人才，就是要将天下英雄收入帐中，多交友，少树敌。燕王如能放开胸襟，那将如虎添翼，不愁大事不成。建奇功，既然你父皇已经说燕王是最杰出的，那你的锋芒就必须收敛。功高，但绝不能镇住。功勋仍要多见，否则你就不足以让皇上刮目相看，威望也盖不住朝野。阿弥陀佛，铁亦如此，燕王奈何？贫僧奈何？大师一席话，真如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也。诸葛孔明乃大贤大德之人，贫僧从未想过要与圣贤比肩，但我佛慈悲，贫僧只要一息尚存，宁愿为普度众生而鞠躬尽瘁。如果燕王也能帮助贫僧释疑解惑，我或许可以出山。大师，随我北上吧。贫僧虽是无用之人，但也归皇家的僧路司管辖。说跟燕王去北地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只要大师愿意去北平，小王今天就向父皇请求。以什么名义？小王已经想过这件事了，去寺里做个主持，每日为母后祈祷。燕王之事一箭双雕啊！请。爱妃，你可回来了。王爷，一路鞍马劳顿，快回屋歇着吧。哎。你快松手吧，这么点小个的人就挑个个小的搬，箱子里都是贵重的东西，别给摔了。哎，放下放下，快点放下吧，快放下，我能行。皇上恩赐的小宦官，一路上不多言不多语的，倒是挺听话的。这个太监十有八九是朝廷的耳目。这个小太监是嫔妾在午门广场直接挑选的，还没进过宫呢。父皇对我真是期望殷切啊！哎，大哥身体如何？好像不太好，面色青黄，目光呆滞，说话的时候还咳嗽，好像一直在病中。父皇年事已高，大哥又如此体弱多病，我身在燕地，也不能替父皇分忧啊。奴才马和叩见燕王王妃。进来吧。奴才马和谢燕王王妃的赏赐。起来吧。谢燕王王妃。你怎么没换上啊？回王妃的话，奴才怕失了礼数，谢过燕王王妃后才能换。那你现在就换上吧。是。为什么不把坏衣服脱掉啊？这件衣服和奴才一起度过了生死关，是奴才唯一的一件东西了。奴才舍不得丢，想留个念想。从云南来到京城，一路上你们受了不少苦吧？死了好几个呢。
这次就我一个人来到了北平。那其他人都分哪儿去了？王景洪分到了勤政殿，13喜分到了坤宁宫，李平山分到了司礼监，小五子分到了兵帐局，韩玉儿分到了御膳司，内廷12监、24衙门都有。看不出啊，你还真有个好记性。不是奴才记性好，是因为那些小太监和你关系如何啊？他们和奴才一起被刀割过，闯过鬼门关，生死与共，情如兄弟。你还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。去吧。谢燕王、王妃。王爷看上了这个孩子。好，把他留在我身边打杂吧。王爷，你还不知道，这个小马和呀，出生在侯门之家，他的祖父都去过10万里之外的天方朝圣呢。哦，怪不得他有如此天资呢。燕王有令，有请布政使胡大人觐见。有请胡大人。钦命北平布政使胡成拜见燕王殿下。胡大人请起，大家都是朝廷的臣子，小王岂敢当此大礼呀？谢殿下。请。燕王是3喜临门呐，其一，燕王智举前元余孽，平定漠北，降服兵马4万2千，夺马牛羊无数，文治武功堪称天下楷模呀。漠北之战，实乃仰仗父皇天威，侥幸成功罢了。这第2喜，皇上已有旨意，此役收降的3万蒙古铁骑交给燕王节制。哦，这第3喜更不得了啊！皇上在谈到燕王的时候，龙颜大悦，亲口对下官说：“朕诸皇子当中，唯有燕王的文韬武略，仁孝宽和，最合朕意呀。”父皇过誉了，小王不过是尽忠尽孝而已呀。燕王的自谦是虚，下官给燕王带来的大礼是实啊。燕王请看，这是兵部奉旨派送的敕书印信，下官呈交燕王。多谢胡大人。如此一来，燕王就成了大明诸皇子当中统领兵马最多、地位最重要的藩王了。燕王的权威如日中天呐！胡大人什么意思啊？燕王误会下官了，下官愿追随燕王，鞍前马后。胡大人，你我同朝为臣，大明只有一个日头在天上，那就是父皇。咱们可别忘了是在给谁当差啊？北庚可见，南庚亦可见。南庚星其状为10，可称为10星。南庚星为何称为10星？高炽。我不知道。王爷再三吩咐，让在下将天象之学授予你们。如果都像你们这样听而不闻、视而无睹的话，那究竟是在下的罪过，还是你们的不孝啊？还是你们对天象学的无视？徒儿知错了。马和，在。你去把王爷请来，让王爷帮我去找高旭。真是孺子不可教也，还是请王爷把他领回去吧，把他拴在马棚里。师傅，
师傅啊，我听着呢，我听着呢。刚才我讲的什么？您刚才讲让父王把我领回去，还锁在马棚里。师傅，您今天上午刚把我领回来，您又要把我送回去，您脸上无光，心里一定也不忍呐。少耍贫嘴！有功则奖，有过则罚。是。跪下。徒儿知错了。南先生，您说的南庚星是不是上下4颗星排列成十字状？对呀，那是称之为十字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在家乡时在洱海边看到过它。圣上派胡成来掣肘王爷，说明圣上还是心有余悸。在我心里，只有效忠大明，尽力办差。如今啊，坐在了火炉子上。想当年皇上封藩，共册封了10王，当时皇上只有10子，除皇长子被册立为太子外，第10王是皇上的侄孙。大事真是了如指掌。父皇圣意非常清楚，是让各藩王驻守边疆，拱卫大明江山。这也是天下大乱之征兆。此言差矣，正是父皇的封藩之举，才保证了政令的统一，军令的严明。燕王一定知道，汉行分封导致了七国之乱，晋行分封导致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。后世帝王有鉴于此，才取消了分封之制。1000年后的今天，圣上再次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分封之制来做大明的固国之本，此乃逆天行事，必将重蹈八王之乱的覆辙。大侄，你竟敢出此不敬之言，儿臣朱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燕王朱棣督师燕地，令反贼臣服，疆域安宁，朕心甚慰。次，朕昔年御用黄金锁子甲1副，以示褒奖，钦此。儿臣朱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王公公一路鞍马劳顿，辛苦了。哪里？王公公，请上座。奴才岂敢。你看像什么？大海。马和呀，你见过大海吗？没有。大海呀，就像一个无边的梦，永远没有边际。大海有咱们大明的国土大吗？比咱们大明的国土大。可大明不是富有天下，是天下的中心，所以才叫中国的吗？我只能告诉你，天外有天，地外是海。在这大明的疆土之外，还有说不清的广阔天地。难过，大海真的无边无际吗？古人们说呀，叫远天极地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啊？这个事儿啊，其实啊，就是皇上下了一道海禁的谕旨。海禁？海禁呢，就是不许老百姓和商人下海。为什么不许百姓和商人下海呢？这个我也没弄清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急调南宣公入京，另有任用，钦此。
当年圣上着此宝甲，打下了大明的万里江山。今日赐予燕王，无疑是把半个衣钵也传与了燕王啊。父皇刚刚赐我宝甲，却又宣走了南玄宫。南玄宫是本王不可或缺的心腹爱将，石南宫如断我一臂呀！天意难测呀！北方大漠未定，南方江海未平，倭寇海盗称雄海上，父皇采取北打南守的国策，的确是捉襟见肘啊。兵法云：守不如攻，攻不如和。大明应该采取主动，平倭寇，剿海盗，让渔人有鱼虾可打，商人有生意可做。只有四海平，方有国家兴；只有地利人和，才可奠定江山基业。阿弥陀佛！燕王身居燕地，却胸怀天下，这一功，老衲是替天下万民举的。哼，大事折杀我也！殿下，创业难，守业更难，此乃千古不变之铁律。恕贫僧直言，皇上治国之方略，尚不及殿下之眼见着实啊！燕王要为天下、为百姓深谋远虑啊！南宫，你我相交10载，心心相印，可如今真是舍不得你走啊！他们把我调走，8成是为了削弱殿下身边那些能臣贤士，为将来铺路啊。南宫的意思是削藩？藩王做大，已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，前途不明，生死未卜啊！还望殿下早做准备。你进京之后要处处留意，万事小心。真要有什么事，本王一定会舍命相助。多谢殿下。王爷，在下此次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？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唯盼不忘旧情，彼此珍重。王爷，多保重，多保重吧。王爷，在下久受王恩，无以为报。今分别之时，有一肺腑之言赠与殿下。请讲。殿下，勿以小节而无社稷，误天下，误万民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烧饼，好的，馄饨，烧饼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王府周围突然又多了许多卖东西的，加在一起至少有30几个人，比前几天又多了10几个人。落轿！王爷，布政使胡成求见。燕王，这么热的天儿，也不到府外凉快凉快，想必是闷在屋子里，为国事担忧吧？哼，胡成这条老狗，父王没传他，他就敢进府。
不经通报就敢进父王的书房。这还不算，听张玉说，父王还没坐呢，他就一屁股坐下了，以为有太子给他撑腰，就敢对父王不敬，真是反了。这口气我可忍不了，得教训教训他。这你害怕了？这个，二位小王子，千万不能啊！燕王和王妃反复交代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谁也不能惹事。滚开！大明是我朱家的天下，胡成只不过是我朱家的一条狗，他竟敢张嘴咬我父王，不杀他就够便宜他了。起轿！落轿啊！哎呦，老爷，快！慢点！哎呀，胡大人的轿子被人给烧了，是谁这么大胆子呀？我后大丧期间燃放鞭炮，你知道是多大的罪吗？你们帮不上父王也就罢了，怎么能给父王惹这么大的祸呢？娘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你们干的，这祸也躲不掉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干的，谁干的？说。是马和干的。胡说！你说什么？马和不会干这种事的。不是我干的。你还给我嘴硬！王爷，王爷，你们先出去吧，啊，先出去。王爷，事情来得突然，情况紧急，嫔妾只好直言了。王爷，当下不比从前，功高引来猜忌，势大招来祸端。王爷，孩子放炮是小，但这件事要是被胡成所利用，再添油加醋的写到奏折里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这两个孽障，自己惹下大祸还要嫁祸马和，我真恨不得把他们捆起来，押往京师向父王请罪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王爷，王爷，不是我护着自己的孩子，让高志高旭去顶罪，最终会引火烧身的。家教无德，有辱国体，这两顶帽子，王爷是躲不掉的。眼下朝廷是多事之秋，王爷为万众所瞩目，风雨飘摇之际，一招不慎，不仅会前功尽弃，很可能会招致大祸，毁了王府上下100号人的性命啊！可事已至此，那怎么办呢？王爷，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。王妃，疼吗？不疼。挺像个男子汉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吗？王妃，你闯下大祸了！你怎么能往布政使大人的轿子里放鞭炮呢？王妃，我问过高氏高绪了，他们说是你干的。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奴才不敢撒谎。那就是高氏高绪两个主子在撒谎了。马和，不要怕，你不是个撒谎的坏孩子，你是个在大义面前勇于救主子的好孩子。如果这个家出了事儿，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，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份罪过。如果闯了大祸，那最后剩下的只有4个字：家破人亡。皇后病天，举国大丧，燃放鞭炮是要灭门的。燕王府上下954口人的性命啊，你懂了吗？我知道你已经懂了。刚才你给我搬椅子让我坐，你已经懂得照顾我，你还要懂得照顾这个家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仅要吃得了苦，还要受得了委屈。你不仅要撑得起自己的脊梁，你还要撑得起这个家。只要有人能够舍生取义，忠心救主，这个家就不会散，这个家里的人就有出头之日。王妃，今天我要罚你，罚你替主顶罪，为家消灾。昨天王府里出了点意外，有人淘气，把布政使大人的轿子给烧了。国丧期间，除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罪不可赦。带马和。遵命。马和，你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从实招来。是，昨儿晌午，我在库房里找到一挂鞭炮，就想拿出来放着玩儿。从库房出来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布政使大人来，我觉得好奇，就想到轿子里去看看。当时脑袋一糊涂，就把鞭炮忘在轿子里的座位底下了。马和年幼无知，不懂得国丧之事，我马和死罪，您就处罚我吧。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听清楚了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今天呢，我就有几句家里的话，要跟大伙儿说说。你们在王府当差，已经有些年头了，你们应该懂得一个道理。虽说你们的本事、能力有大有小，职位有高有低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忠诚，是德行。对王爷要忠心耿耿，与王府荣辱与共。王府的太平就是你们的福分，王府的危难也是你们的祸端。这是燕王府最大的规矩，你们要牢记在心，终生不忘。奴才牢记在心，终生不忘。马和，奴才在。王爷要带你亲自到布政使府上去赔罪。王爷说了，
宁可送上几百两黄金，也要保住你的性命。为的是你敢于认错，为的是你保住了燕王府的名节，更为了你对王爷、对王子的忠诚。父皇不是教你们撒谎，让马赫替你们顶罪，是要告诉你们，帝王之家无家事。烧轿子这件事，如果发生在寻常百姓家里，只是一件家事；但这事出在了王府，出在了国丧期间，那就是国事，就可能给王府带来灭顶之灾。危难时刻，大义面前，马赫不仅救了你们，救了王府，也救了我。你们身为王侯，一举一动会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。从你们出生的那天起，就已经注定了。你们要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和胆识，要敢于横刀立马，为国效力。父王，我听懂了。父王，我听懂了。你们不懂，马赫懂。马赫被绑走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，但他义无反顾，义子里透着一股情。主仆虽然尊卑有别，但是情义无价，只有上下一心，才能终成大业。高师高绪，父王的话你们听懂了吗？懂了。懂了应该怎么办？拜谢马和相救之恩，奴才不敢。起来吧，你也起来吧。马和，你受委屈了，我懂你，王妃懂你。记住我一句话：公道自在人心。